这个名片还能够放这样啊，你用心的设计啊。老板娘介绍说有那个制作香的那个博物馆，台湾第一间制香的博物馆呢。这名片设计还很用心，很特殊。他还拿30斤的那个香来这边结缘呢。你看，人有手工的制香呢，还有机器的制香呢。你看，连大陆东莞都有台湾的好香馆。嘉义溪口还有门市新兴制香厂，还有 QR code。新兴制香厂内 QR code。用这个名片还好用心哦。名片就可以这样放着。这是凤凰花嘛，里面那个是代表太极嘛，是自己想的啦，是不是真的这样？老板娘来做那个代表，新港乡民代表会代表。制香厂所在那个新港交流道，高速公路新港交流道附近呢。